大家好，我叫曾小慧，畢業於2001年。我而家係一名小學老師，主要係教中文同埋普通話科。喺教學嘅過程裏邊，都會遇到唔同嘅挑戰同埋困難。最重要嘅係我哋要有自我增值、不斷進修嘅心，我哋先至可以有能力去面對唔同嘅挑戰。母校嘅教育對我嘅成長有好大嘅幫助，培養咗我對語言嘅熱愛，提供咗良好嘅環境，讓我度過咗愉快嘅小學階段。而且喺母校裏邊仲認識咗好多好好嘅老師，成為我人生嘅導師，幫助我成長。喺母校30週年校慶之際，我衷心祝賀母校，感謝你哋栽培咗我，亦都希望你哋能夠喺未來嘅30年繼續栽培更多優秀嘅人才。再一次祝賀母校，校務蒸蒸日上，30週年校慶快樂！大家好，我係林思欣，係純陽小學2001年嘅畢業生。我而家係一位言語治療師，喺醫院裏邊工作。我喺呢個崗位裏邊已經做咗言語治療師超過10年啦。言語治療師嘅服務對象由嬰兒、學童到成年人，甚至乎係年紀超過100歲嘅老人家都有。我哋主要係幫助啲病人改善佢嘅咬字發音、語言溝通同埋吞咽能力。喺我言語治療嘅生涯裏邊，我遇過2個個案係特別印象深刻嘅。第一個個案係一個先天性有兔唇裂腭嘅 BB， 佢出世嘅時候，因為先天性嘅兔唇裂腭問題，令到佢飲奶非常之困難。我就教媽媽用一啲專為裂腭 BB 而設嘅奶樽去餵佢飲奶，令到佢大大提升咗佢吞咽嘅功能。第二個個案係一個大學嘅英文講師，佢因為舌頭癌嘅原因，導致要切咗一邊嘅脷，令到佢咬字發音嘅能力大大受阻。平時傾偈，其他人都聽唔清楚佢講乜嘢。經過1年嘅言語治療，佢嘅發音大大改善。佢仲好開心咁樣同我講，佢終於都可以朗讀到英文嘅詩詞，仲可以同到其他人好清楚咁樣去溝通。言語治療師嘅工作充滿咗挑戰性，所以我成日都會報讀唔同嘅課程，去增值自己嘅知識，令到我可以將我學到嘅嘢咧，去幫助更加多嘅病人。記得我喺讀小學嘅時候，老師除咗教導我哋課本上面嘅知識，亦都非常之着重培養我哋多元智能嘅發展。小學嘅時候，我有做過小司儀啦，同埋演出話劇嘅經驗，呢啲都令到我成為一個好中意同其他人溝通嘅人，亦都令到我學識點樣處事嘅時候可以靈活變通，同埋有彈性。我覺得呢啲嘅培養都對我成為言語治療師有好大嘅幫助。我喺呢度感謝學校春風化雨30載，我祝願我嘅師弟師妹可以秉承學校嘅校訓，明道立德，將來都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嘅人。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陳永豪，係純陽小學2003年嘅畢業生，第2屆畢業生。畢業咗20幾年，我哋已經由當年嘅小孩子變成今日嘅成年人，亦都投身咗社會好多年啦。今日我已經係一間音樂學校嘅行政總裁。多謝母校一直以嚟嘅栽培，亦都俾好多機會我哋。所以呢，造就咗今日嘅我啦。我哋喺呢幾年裏頭都有同母校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去合作，包括我哋有幫過學校拍過影片，有製作過音樂，亦都有捐贈過一啲樂器返純陽小學，就希望用到我哋嘅專業可以回饋返母校。純陽小學30週年啦，我哋祝純陽小學桃李滿門，繼續作育英才。大家好，我係2017年畢業嘅施建成。我而家就係就讀緊係香港大學醫學院2年級嘅學生，我即將就升上3年級啦。首先恭祝母校30歲啦，已經邁向咗30週年。我諗住藉此呢個機會咧，就分享我同埋一啲母校嘅回憶啦，又或者係抒發下我對母校嘅情感。講到同純陽小學印象最深刻嘅地方咧，我就會可能係圖書館啦。
咁首先我當時係圖書館管理員啦，咁所以我每逢小息，甚至有陣時候放學嘅時候咧，我都可能留喺圖書館嗰度。咁我係好中意圖書館嗰種寧靜啊，同埋嗰種好大、好寬敞嘅環境。咁亦都係因為我做咗圖書館管理員呢個職責啦，我就可以識到相關嘅圖書館管理員嘅老師啦，又或者係相關到一啲技能，例如書籍嘅技能啊，又或者培育到我自己中意睇書嘅呢種性格。咁除咗咁，因為我嘅回憶係圖書館啫，但係可能其他人嘅回憶未必係咁樣。例如小學特有嘅呢個棒球場啦，又或者例如有啲同學會參加 drama 啦。咁呢啲唔同嘅資源咧，都係一個好好嘅資源去培育我哋全面全能嘅發展。咁我都好感恩學校可以提供到呢個資源俾我哋，促進去全人發展啦，同埋促進我哋各方面嘅品德同埋技能嘅培養。咁同時之間咧，都好感謝當時我嘅學校啦、我嘅老師啦、我嘅校長啦，甚至我嘅同學們，都係教懂咗我好多唔少嘅嘢啊。例如不單止係知識上面嘅嘢，同時之間咧都係做人嘅道理啦，或者做人嘅品格啦。咁呢啲咧都係需要係從小培養，先可以真係根深蒂固喺之後度，依然都係維持住一個良好嘅品格，先可以成就到我而家嘅我。咁我都好感恩學校可以提供呢個機會，提供呢個培育俾我啦。咁都好感謝當時同行嘅夥伴們。咁我而家知道純陽小學已經滿咗30周年啦。咁喺呢度咧就祝賀母校事業蒸蒸日上啦。都好同想希望學校好似大樹一樣，繼續枝葉茂盛，可以為更多學生遮風擋雨，同時之間又養育我呢啲小樹苗啊。咁仲希望學生們可以勇敢追夢，善用多多唔同嘅資源，繼續用呢個感恩嘅心學習同埋行落去。咁就係咁啦，多謝，拜拜。校監、校長、純陽小學嘅小朋友同埋各位家長，你哋好啊！我係2008年嘅畢業生魯明恩，而家我係一個音樂老師，亦都係一個合唱團嘅指揮。好高興呢，今日學校呢邀請我，等我可以呢成為一份子去慶祝學校嘅30周年。30周年生日快樂啊！純陽小學喺呢30年落嚟呢，學校其實呢培養咗一個又一個嘅人才，喺唔同嘅領域呢都可以發光發亮。而我之可以呢成為一個音樂嘅人才呢，亦都好多謝呢細個學校嘅機會。老師呢成日都舉辦唔同嘅活動，學校又好注重我哋嘅全人發展同埋多元智能。喺好多活動參與完之後，我慢慢發現原來自己喺音樂方面呢都有一啲潛質嘅，亦都有好大嘅興趣。所以喺學校嘅音樂活動呢，成日都會見到我嘅身影。無論係學校嘅合唱團啦，係一啲才藝嘅表演啦，定係嗰陣呢有一個粵劇嘅團呢，我都有去參加㗎。所以呢，慢慢我就發現呢，自己呢對音樂呢原來係有好大嘅熱誠，而且呢透過一個又一個嘅活動、比賽同埋表演，另外呢有好多嘅機會，慢慢去建立自己喺音樂藝術上面嘅信心。呢個一定要多謝我哋勞苦功高嘅老師。如果唔係佢哋呢嘅不辭勞苦呢，亦都冇今日嘅我哋。透過呢個機會，我都希望呢祝願小朋友你哋都要慢慢努力，一步一步咁樣去發掘自己嘅夢想同埋潛能。最後好似我哋呢啲哥哥姐姐咁樣去為社會出一分力，慢慢懷住感恩嘅心去追求卓越，追求突破，成為呢我哋社會嘅棟樑。純陽小學呢30周年你辛苦啦，未來嘅30周年你要繼續努力。我哋嘅小朋友等緊你㗎，祝你30周年生日快樂，拜拜。